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中達頻道。今日係我 Bobby 為大家報道收市評論。大市方面，可能係因為英國脫歐方面冇咩重大新聞，投資者又似乎擺脫咗負面情緒，重新加入戰場，引致恒指連續升幾日，琴日更升穿21,000點關位。但可惜嘅係，個市目前冇咩重大利好消息支持，所以今日都係未能守住21,000點關卡，最後報20,740點。港股方面，騰訊報176個1，跌2個5，期間就曾經升到180蚊高位，但始終都係未能升穿同企穩。而港交所方面，因為深港通遲遲未能開通，所以未見有所升幅，反而都係跌緊少少，報184個9。保守估計深港通一開，股價應該會有所上升。而 A 股方面，萬科自從復牌之後，連續2日都係跌停，股民可以話係損手爛腳。因為萬科呢場股權嘅鬥爭，早前黃石嘅計劃已經被擱置，而家又面臨被罷免嘅危機，股民對萬科基本上都失去晒信心啦，所以股價回落甚至係跌停都係預料之內嘅事。至於個結果係點，咁就目前都係好難預測嘅。今日我就想推薦下6號嘅電能實業，主要因為息口比較好，加上早前公布嘅上年業績之後呢，股價一直都係下跌緊。而家呢個位可以話係比較靚嘅。咁圖表方面呢，個電能呢就係好似爬級咁，慢慢咁上升緊。而電一直都係主要嘅能源，所以有一定嘅升值空間。所以業績方面我哋都唔需要太擔心。加上本身派息情況良好，所以未來係有機會升到78蚊高位嘅。我建議投資者70蚊左右買入。咁短期嘅目標咁啊可以定為喺75蚊左右啦。咁75蚊你放少少之後呢，喺78蚊嘅時候再放晒全部。咁但投資呢都係有啲風險嘅，所以我建議投資者設翻個止蝕位，止蝕位設近少少，大概設喺68蚊左右。咁最後感謝大家收睇中達頻道，今日嘅收市評論就到此為止。以上純屬個人意見，不構成任何買賣邀請。本人卓林志為證監會持牌人，截至本評論發表日子，本人及有聯繫者並無持有全部提及之證券嘅所有相關財務權益。